华视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高雄甲仙的小纳村。伫2009年8月初8莫拉克风台，规个庄头加上460外个村民总风请去。其中有一个村民周金元，当时人伫个台中，接到灭村的消息，透暝赶回家乡，所看到的是一大片的烂土，厝无去咯，老爸老母嘛无去咯。伊阮伫个土骹放声大哭。10年后的今仔日，当初的家园变做一座的纪念公园。伊3不5时就去公园行行咧，想到过去的点点滴滴，心肝也是会抽，也是会疼。伊真思念伊的老爸老母，真后悔爸母在生的时阵，无甲对因的爱讲出嘴。远山飘有云烟，雨一直落，阴雾绵绵的午后，互人想起10年前。大啊，我甲你讲，少年村无啊。伊讲大啊，我甲你讲，少年村真正无啊。用土路啊，土路就是等于耶稣诞生的那个土路。苦路是当初耶稣派12家前往刑场游街示众的路途。小纳村纪念公园内嘛有一条沉重的路，路的上边拢是被淹去的小纳人。我爸爸叫周公文，爸爸我回来了，妈妈我也回来了，他这个是二叔，他这个二婶。将老爸老母的名牌切的边个阿叔阿婶甲孙仔，虽然已经过10冬啊，60外岁周金元，心内伤总是又啊疼。可是悲伤永远留存，亲友的爱长存在我们的心中，思念也长存在时光的隧道中，被思念的人永远存在人世间。壁顶的诗是伊写的，每一句拢是对亲友的思念。落雨的日子更加互人伤心，较早的厝呢。这个是我们家啊，这个是以前的地址啊，我们是忠义路啊，112巷。熟悉地址，较早迄间透天厝，即马是小小的4角块内面的一丛树啊。大概若徛伫遮，就会想起永过的点点滴滴。他是日系，实在是初中部啊，他就是会日语，会国语，会台语，他还会客家语。我爸爸就是我给他给我的印象最深刻，他有一点语言天分，整个村上的人都几乎都是在模仿他的，不管你说看信也好，看怎么样也好。本光界吼，本村这个光界的由来呢，是这个大概是光绪8年。就是当时的这个地号名是。周坤文老先生，小纳人拢真敬重的基佬，一世人拢奉献予甲仙甲小纳。因过一关的老爸，却伫八八风灾中，甲因老母渐渐啊离开世间。就是父母亲在哪里，就凭空消失啊！我们小年生的悲伤是在悲伤这个。哎呀，我也不晓得要怎么去表达。小纳村纪念公园不是小纳的原址，较早迄个宁静的庄仔头，即嘛是规大片的树纳。不过厝的位依然记得真清楚。林地的后面，刚好这一条路，光这一条路的尽头，再过去一点点的右边。遥望前方，想起过往，伫哒哒滴滴的雨声中，好亲像又搁听到爸母对伊的话。今晚呢，咱那边几号，啊，你当正回来，安怎讲？无就随时间、随大水流去的记忆，想要讲的是千言万语。伫台中成家立业，搁转来时家乡已经无存在啊，想要见的亲人已经伫公事内。手举清香遥祭故亲，10年岁月受重感伤。2009迄年的88节，未赴的祝福爱完成，准备好一个小小的纪念歌，伫10年后的处境，一直讲袂出嘴的话，即马一解要讲完。今日利用这10年的时间呢，来过一个头一届的父亲节，嘛是直接来纪念爸爸甲妈妈啦，吼。希望讲利用这个镜头的面前，嘛爱
规世人拢毋捌甲老爸讲过迄话吼，有这机会，我嘛要甲我爸爸妈妈讲，爸爸妈妈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微笑着说回去吧，转身泪湿眼底，多想